2016年 Tesla 嘅 Model S70。咁呢啲車有咩好呢？價錢平啦，唔使入油啦，牌費又平啦，1000零蚊一年啦。保養呢亦都冇電油車咁多嘢做嘅。最低限度好少換油啦。啲人話摩打要換油，咁啊即係通常都好少客換嘅。咁啊牌費又平啦，唔使入油啦，保養少啦，係啦，呢啲就係呢啲車嘅優點啦。咁而家呢架車咧，最關注咧，啲客最關注梗係，可以舊電行到幾多啊？你舊車啦，嗱咁而家啱啱翻嚟咧，嗰個標板顯示一半左右咧就有230幾，估計咧插滿咗之後咧有400左右啦。嗱，我就未試過，因為架車啱啱翻嚟，咁啊應該都差唔多啦。咁咧上手嗰個車主咧就將兩個芒已經更新咗啦，嗰啲即係漏蒸啊嗰啲情況啊搞掂咗冇噶啦。咁啊座位灰白色，有玻璃大天窗，咁咧車又好企理，冇爛冇成，用得好完整。咁雖然呢架車咧就冇超充，咁但係咧價錢就翻啲咯，又平啲用咯。不過又咁講，如果你話出去叉電會唔會好貴呢？亦都唔係好貴嘅啫。咁啊，中叉、快叉，而家現時嚟講都仲係喺個好平嘅水平嘅啫。咁啊，就肯定你平過呢個電油車噶啦。呢個唔使講啦，廢話啦，係啦。車價平，又唔使入油，係啦，運作成本低，咁啊代步啊或者開下工啊呢啲都一流嘅。呢個車低公里數，13萬公里嘅啫。呢個年份 Tesla 身上咧13萬公里都唔算多啦。咁啊保養企理。好，片尾咧就照舊啦，有我嘅聯絡，可以直接約我睇車。關注汽車生活，精明揀汽車，生活更自如。